为什么要搞成这样？我要求又不多，只是玩玩而已，非要搞成这样才满意吗？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院长，他给了你点好处，你就看上他了？啊！臭女人，给你花点钱你就变心了？完蛋！我今天就要毁了你！真的是他！真是！注意快看，是韩雨欣！打人的人，那不是打人的男的吗？来人，去制服他呀！渣男给我滚远点！这里有人要打人！韩雨欣，今天你哪儿都别想走，在那里！抓住他了！别动！雨欣，你怎么样？混蛋！你放开我！韩雨欣，没完，没完，听到没有？放开老子！放开！